小五家長須知，小五家長須知，小五嘅家長須知，點解咁重要講3次呢？因為仲有唔夠3個月就6月係呈分試啦。小五嘅家長面對第一次呈分試，你有啲咩方法可以最後入直路去衝呢？正所謂得呈一就得天下，所以記住一起盡力啊！咁點盡力呢？冇理由用緊傳統嘅方法去補習啊，去做練習就咁簡單可以衝到，一定係有方法嘅，但係唔好用呢招啊！千祈唔好用還原靚靚拳啦！介紹翻小五呈一惡補計劃，即係無論你係蘇 Sir 嘅學生，或者未係蘇 Sir 嘅學生都好，你都可以購買翻我上年同期嘅影片同埋試卷，目的咧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直衝啦入直路。咁有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中作、英作，有個折扣優惠嘅，一科就包4堂，做得幾多得幾多啦！務求爆氣啊！哇！做卷最緊要快而準。咁我嘅課堂好多特效啦，目的提升小朋友嘅學習動機，教應試策略啊，從而根治學習態度嘅問題，考好呈分試，入讀心儀中學。3大原因必須報讀嘅，無論你係咪我嘅學生，都必須報讀㗎喇。第一就係盡力協助子女啊！我哋要用方法協助子女，唔好等佢自己發揮啊！幫到幾多就幾多啊！第二啦，就係鬥勤力啦。可能天分唔夠，我哋就要俾心機，後天努力鬥勤力，學多啲絕招咧，提升信心，更加容易答中題目攞分啊！學識絕招，咪事半功倍咯。仲有最重要呢，嗱，今年報緊我嘅課程嘅都要報，因為上年同今年嘅試題係唔同嘅，大量嘅閱讀理解同數學文字題嘅提示啲 tips 啊，係必考題嚟嘅，所以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啊！例如呢個例子啦，粵理作文面試超必10大必考題目，環科加效個自動寫活心。即係環保、科技、家庭、校園、個人成長、大自然、動物、社會活動、你愛嘅人同事物啊！咁重要，我哋一齊讀一次啊！環科加效個自動寫活心。所以家長揾到一個開心令小朋友嘅學習方法咧，絕對唔算地獄式嘅，反而提升學習動機，改善學習態度啊！第二啦，學多啲絕招；第三，出下溫多啲必考題啊，自然事半功倍啦！考呈分試點可以唔識絕招啊？所以最後講多次呢個計劃呢，就係買翻上年度同期嘅影片同埋試卷，務求將中英數、中作、英作等嘅弱項喺有限嘅時間盡力衝埋佢。如果你話冇時間喎，點算啊？其實每人一日都係24個鐘啫，所以盡力分身做快啲功課，溫快啲默書，做得幾多得幾多啦，盡力變無憾啊！要成績高分，一定要識分身術。
咁當然小朋友要大人嘅協助先可以分身啦。分到身每睇一條片，家長當然要讚賞同獎勵啦。如果小朋友太忙太大壓力嘅時候，都不妨試下跳隻舞嘅。我每年嘅呢個時候咧，都係叫所有小五嘅學生參與惡補計劃，一定有益，一定有幫助。詳細問題可以揾 Miss Jenny 69777313，我哋喺影片班見啦，拜拜，一起努力，一起盡力。